如果你去過泰國，你一定見過一樣嘢。曼谷嘅酒店門口、商場旁邊、住宅區，甚至大型寫字樓下面，經常都會出現一間細細間好似迷你寺廟嘅小屋，有啲仲整得金碧輝煌，前面擺滿鮮花、生果、食物。但最奇怪嘅係，點解成日都有幾支紅色汽水？唔通泰國嘅神特別中意飲汽水？其實呢啲小屋唔係裝飾，亦唔係迷你寺廟。佢哋同泰國流傳已久嘅土地守護靈信仰有關。傳統民間信仰相信土地有守護呢個地方嘅靈體，所以當人喺一幅土地上起酒店、商場、住宅或者寫字樓，有啲地方就會設置一間神屋，作為供奉土地守護靈嘅地方。所以喺曼谷，你有時會見到一個非常有趣嘅畫面，後面係幾十層高嘅5星級酒店。前面竟然係一間只有1米左右高嘅傳統神屋，而且唔好以為間屋擺咗喺度就算，有啲地方每日都會有人送上鮮花、香、生果、清水同食物，甚至有人朝早返工之前都會停低，雙手合十拜一拜，然後先返公司。但係講返大家最好奇嘅問題，點解係紅色汽水？關於紅色飲品嘅由來，其實有唔同流傳講法。其中一個常見嘅理解就係同傳統供奉紅色甜飲有關。紅色喺部分傳統觀念入面帶有吉祥、生命力等象徵，而甜味飲品亦可以作為貢品。後來汽水普及，方便、夠甜，顏色又鮮豔，慢慢紅色汽水就成為泰國好多神壇前面非常常見嘅貢品。所以並唔係因為泰國嘅神特別中意飲汽水，而係一個古老嘅供奉習俗，隨住現代生活慢慢演變而成。仲有一樣好多人唔知道，呢啲神屋唔係買返嚟之後中意擺邊就擺邊，按照傳統安放嘅位置、方向甚至時間都可能受到重視。有啲家庭、酒店或者商戶仲會請熟悉相關傳統儀式嘅人士協助安置，而呢樣嘢亦反映咗泰國文化一個非常有趣嘅地方。泰國雖然係一個以佛教徒為主嘅國家，但喺日常生活入面，佛教、婆羅門傳統同古老民間信仰其實可以同時存在。所以你會見到一邊係摩天大廈，一邊係傳統神屋，古老信仰同21世紀嘅曼谷就咁樣出現喺同一個畫面入面。所以下次你去泰國，再見到街邊呢啲細細間嘅迷你屋，你就知道佢唔係裝飾，而前面嗰支紅色汽水亦唔係有人飲剩擺低嘅。其實我哋平時見慣見熟嘅泰國街頭，仲藏住好多遊客未必知道嘅故事。如果你中意呢類泰國奇聞、神秘故事同文化冷知識，記得幫我撳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你以為好熟悉嘅泰國，究竟仲有幾多你從來未見過嘅另一面？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